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午发生2起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寿丰乡，时间是10点11分，规模5.8。刷来3分钟了后，10点14分，佫发生规模6.2的地震。气象局讲，未来1礼拜无排除会佫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袂。拜六，龟牌店内面本来人真多，突然间拄到地震，人去赶紧走。点完也甲手头的工会帮的走去处罚。18下10点14，花莲寿丰发生规模5.8的地震，深度15公里。所以伫10点14，同款正阳也伫咧寿丰发生规模6.2的地震，深度14公里。住伫饭店的人客也赶紧走出来。两次非常摇，非常害怕。准备要逃的时候，开始一直摇，第二次再摇，然后在摇的时候我们就站好，站好又全部喊大家赶快冲到楼下。一粒大石头踩伫咧路中，秀林乡大八线167到110公里，因为地震真侪石头放来，警方是派人到现场，也通知工务单把石头刷走。目前现场的状况是大小石块散落整个路面，约整个车宽道都占了，面积大概有20几公尺。一案连续2遍地震，差不多全台湾拢感受会到。气象局讲，正央伫咧亚欧大陆板块加菲律宾海板块伫南海交接的所在，容易互相去烧威烧浪，时间若久就累积能量，可能也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它的主震有6弱哈。那依我们现在新的震度分级来看，5以上5弱以上就有可能有灾损。那前面的前震它有5强啊，那主震有6弱，所以我们是不排除花莲会有灾损产生的。台北、台中上大震度是到3级加4级，台中、台北、高雄的一份拢照 SOP， 所有的赛车拢停落，但震波过去了，放慢速度赛。全线伫18项全部拢恢复正常。好佳在到即马全台湾拢无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月初代替德鲁古列车弄钢钉车造成严重的伤亡。经过2礼拜外抢修，嘛加强磅空的结构，东正线这条铁基路伫今仔日恢复通车。头一班火车是伫今仔日透早5点27分对宜兰发车的区间车，伫6点39分火车顺利通过清水磅空。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坐伫火车顶，区间车伫7点08分已经顺利到花莲站。我们就是亲自搭乘，来确保行车安全，也让乘客可以安心。在过去这个17天以来，我们交通部跟台铁还有各界投入抢修的工作。那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能够如期的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间提早1天，能够修复清水隧道。对画面顶头会使看到，伫早起6点39分，头一班火车已经顺利通过清水磅空。经过17天的抢修，发生事故的路段伫今日正式恢复通车。而且嘛规定讲，伫这个月内，所有的列车拢经过这搭拢爱减速，时速是爱降到40公里。4月初2，代替408处德鲁古列车伫清水磅空口弄到钢钉车，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轻重伤。交通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已经请示，是做到明仔4月20，所以今仔日这抓嘛使讲是伊的毕业旅行。行政院打算伫今仔日下晡要宣布交通部部长的人选，外界是风声讲，应该是由即马的交通部处长王国材扭起来做交通部长的机会较大。另外来关心，埃及昨昏嘛发生火车败马，火车并且的重大意外，造成11个人死亡，成百人受伤。埃及的铁路系统体一揽，阁无钱通修理，一个月内已经发生3件重大的火车伤亡。这是规列并列火车其中的一站，后边车厢的车顶已经走出铁基路外口。火车并过去了，乘客大声喊，赶紧要走出来。不过已经有人不幸死亡，超过55台救护车到现场。أنا كنت حاجز في عربية 3 في المكيف
جينا عند نور السواق كده عم مسرع القطر شويه وفي مقصات، فلقينا نفسنا بقى كلنا راكبين فوق بعض وتراب وما بقناش شايفين نخرج وربنا ستر الحمد لله。铁路官员讲，这个火车自开罗出发要去曼苏拉，下到晚2点就要到圣多河的时阵，所有40车厢并过去，怎么也唔知影原因，已经开始调查。火车的驾驶也有相关的铁路官员被拘留。ولا نتكلم فيه اصلا الواحد تعب نفسيا اقسم بالله 4 حوادث في شهر واحد。埃及的铁路系统已经真久啊，而且无钱维护修理。这是一个月来第3件重大火车的死亡意外。中国嘅25伫咧南部发生火车对撞，造成20个人死亡，199人受伤，引起公众的愤怒。检察官顶礼拜讲，这件案件是铁路局员工的疏失所造成。代志发生去当阵，火车的驾驶甲助手拢离开驾驶室。埃及每年拢会发生几落百件火车的事故。2019年2月，一列火车进站的时阵，启动着上野发生爆炸，25个人死亡。2017年8月，2列火车对撞，造成43人死亡。最近20年来上严重的死伤，是发生伫咧2002年，一列暗时伫咧赛火车突然间导火，造成超过300人死亡。埃及的总统塞西北讲，要对这几年来重大铁路意外人员追究责任。非洲开发银行这个月初也宣布，要提供1亿7千万美金的贷款来改善埃及的铁路安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载2天，咱受东北季风影响，伫这方面的北部、东部早暗会较凉。咱来看温度。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这方面的北部、东部低温大约是18度、19度左右，只是东部的高温大约有25度，若西半部高温有30度至31度。今日伫东半部屏东有低渐雨，若过昼了后，中南部的山区嘛有低渐阵雨。另外，风台数日之外近风较透，不时会透强阵风，伫海边风影嘛会较大。伫空气品质的部分，阮嘉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是柑仔色的天青到红色的警示，若中部今仔日会是红色的警示，当地乡亲爱细致。来关心昨昏空气品质无啥好，因为中国吹过来风背沙影响咱全台湾。另外，风台数日之已经变强台，也阁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对咱台湾解除可汗帮助嘛有限。若过到了后的热对流，即马已经有咧发展啦。昨昏南投总算到雨啊，是到西北雨。受到过道热对流的影响，18中昼南投山区总算是落雨啊，其中德山镇的雨量超过21毫米，不过敢若有落一丝仔尔，对南投在地的水库并无明显的帮助。敢若数日之风台的威力是持续加悬，加早今年头一个强烈风台，风台眼是规个看现现。气象局预告，数日之伫2日会到李宋岛东平海面，而且会豆豆西对北边去。虽然可能会替正方便的东半部地区带来短暂阵雨，不过西半部的天气也是真稳定，对过来欠水的问题帮助是真有限。宜花东地区可能会受到这个2号台风所带来的迎风面水汽的影响，所以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另外就是中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零星星的阵雨出现，不过主要的降水还是分布在迎风面地区为主。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在周3、周4、周5左右。宜兰头城的海沙部出现透风兼风背影也的情形，最近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中国华北的沙尘暴侵袭台湾，北部甲东北部是头一个受到影响，接落来会影响到中部、南部还有离岛。沙尘暴上较严重的时阵，要有20个测站，测到对所有的人拢无健康的红色警示等级。空气污染物呢，随着东北风南下，由北部呢影响到中部地区，预估的影响时间在礼拜天下半天开始，对中部南部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包括离岛金门、马祖还有澎湖呢，也都在这个轻微污染的影响范围之内。到4月19的时阵，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北部伫咧正风平，扩散条件较好，空气品质嘛改善。不过伫咧风尾的中南部是较高累积污染物，而且过昼了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的高度较会加悬。云嘉南甲高屏等等的地区，空气品质也是柑仔色提醒的等级。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咱台湾即马有8成5个水库水量剩一半，其中有10座水库水剩无2成，亲像是中部上大的德基水库，敢若剩4%。水利署伫曾文水库、甲仙闸水坝这个所在有做人工催护，另外中油嘛提供污石油的设备，要来污水者要找找补充水源。下晡1点，嘉仙河道顶面地区施放1支盐剂进行人工的净化。曾文水库区域上款在18施放盐剂，希望使河水库落一寡雨。因为根据水利署资料，全台湾21座水库有18座脱水量无到5成，另外有10座是在2成以下。刚好有封面通过台湾，那因此我们在曾文水库以及高屏溪的甲仙南河堰还有旗山等地区，我们就来实施人工增雨。即阵北部的石门水库脱水量26.1%，保利甲永河山更加无到7%，中部上大的德基水库敢若剩4%，明德是9.9%，李鱼潭7.1%，南部的曾文水库只有11.6%。因应水情真无乐观，中油又加入救援，推出国家级的增油设备，伫李鱼潭净水厂外口，要来污矿化水井，要拼4个月完工。4月17号的晚上7点50分，然后目前的话进度是到深度16米，350米，附近的水井大概都是100多米，那我们是打比较深层的水井。88口的抗旱水井，那我们希望在4月底前可以每天可以有4.8万吨的水量，那另外可以在5月底可以累积达到11.5万吨的水量。买好用水道红灯，各用车仔顶开矿化水井的时间，市长陈其迈甲水利署长罗建信到高屏溪来视察，要对矿化水井河流的设施来维持用水无问题。本来10口的水井要扩充到这个20口的水井，甚至还要再往上扩充。高雄市政府自己也有这些水井找井的计划，差不多是30口的这个水井。我们现在一天还有50万吨的水是从伏流水来，然后和在那个时候我们超前部署有伏流水啊，抽水的3万，再加9万的抽水，大概有12万吨左右。欠水真做全台湾的危机，相关单位除了想办法开源节流以外，也好让民众共同来节约用水，才法度顺利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月初代替德鲁骨列车、龙岗灯车造成严重的死亡，经过2礼拜外抢修，嘛加强崩坑的结果，东正线这条铁基路伫今仔日恢复正式通车。头一班火车是今仔日透早5点27分对宜兰发车的区间车，伫早起6点39分已经通过清水崩坑。这1个月来，所有列车经过这搭时速拢爱降到40公里。来关心联合报。全国营造业大欠工，总工程费用930亿的双北捷运环状线，台北捷运工程中招标煞无人来投标。台北市政府的官员是表示讲，经费400-500亿的捷运工程，因为拢正抢市，这摆无厂商来标，阁是头一届拄到。来看《苹果日报》。苗栗有一个姓詹的老农，取得合法的建造起农舍，完工进前说服河川乡认定讲是违建爱拆，阁加罚205万。老农的翁仔某因为不准10天内烧电线死亡，因的家属向政府抗议3天，行政院尾也是发公文撤销这张罚单，嘛退还罚款。家属嘛有去告官，这判决的结果年底会出来。总讲公务员有疏失，公诉是讲一定会负起责任，卖追究责任。要提醒乡亲，对今日开始要出国需要做 A 级预防车的民众，会使先去注文啊，自费去注射。资本讲开一罐预防车会当互10个人来注，也毋过为着要增加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8个人就会使，有到8个人就会当开一罐来注。也毋过咱国内有医生是表示讲，即马政府的限制也是伤济，爱放量限制，因为预防车已经伫要过期啊，若过期就拍算啊。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佮新增加一个大病入境的个案，是马来西亚籍40多岁男性，因为工课的关系，10月来台湾，伫机场入境的时阵，发现体温有过样，送病院采检了后，伫18确诊。目前已经扣列回龙机场的接触者14个人。为着要提高国内注新冠疫苗的比率，指挥中心17已经宣布，一罐疫苗原底要有10个人才通注。即马为10个人放量，只要8个人就会当注。不过有医师表示，应该比较流感疫苗，扩大开放注疫苗的医疗院所。接种应该要比较流感疫苗，
找个大卖场或者是体育场，那克服疫苗保存的问题，我们要用大的量去冲掉这个零头所造成的浪费。现在北欧国家很多国家都甚至都不要打了，甚至不要买了，那你还要在那边把它当作宝一样在那边，还要考虑到优先次序的问题，根本不必要的了。你赶快把它开放给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打完之后就把它赶快消完嘛，不然你这疫苗可能就是报废了。指挥中心表示，会观察后手注疫苗的情形，再搁考虑敢是要开放更较侪便宜来注疫苗。4月19，也就是拜一，会开放商务、甲留学等等的民众注文来注疫苗。相关的费用，开放会当注疫苗的31间便宜内底，有15间已经公告。其中医学中心收费的规定，袂当超过600块，可比大房马街便宜，注一人是580块，城大便宜是600块，也若区域便宜，规定袂当超过550块。亲像宜兰罗东圣保便宜，一人的费用是550块，也若地区便宜，规定袂当超过500块。比伦部的花莲便宜，是公告注一人收436块。在31家旅游医学门诊的医院来做，同时这些也都必须要有合约的接种院所。医学中心是600上限了，被收到的钱有超过刚刚讲的，可以提出来哦。曾仁雄表示，莫德纳疫苗按算伫5月份可能就会进口。若是有民众最近面临高风险的工课，建议会当先注现处时有的疫苗。有劳工团体建议指挥中心会当规划有薪水的疫苗价。也若曾仁雄是强调讲，因为牵连到多方利益的关系，目前还搁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1亿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一例，目前计共1073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5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伫印度超过14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39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0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535万例。镜头来中国，中国设定7成人口若是有注意风社，因就要放令边境的管制。中国即马是步速进展，用鼓励、用警告的拢有。不过，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10四亿人口，敢若1亿5000万人有去注射。有风社注射中心外口排甲路长，真侪人耍手机啊消磨时间。新冠疫情伫全世界拓开了，即马世界各国拢伫咧做有风社。其中，中国以国内家己制作的5种有风车，伫咧真侪所在设置有风车注射中心，或者是有风车流动巴士，希望民众做风车。有一寡所在地方政府就推出各种吸引或者是半协力的方式，逼民众做有风车。亲像是对社区一个店面广告出入这个场所的居民店员注射的比例。感觉有点奇怪，就是这是不是这种疫苗？本来觉得应该是一个出自个人意愿的事情，但是好像现在大家强迫必须要接种。有南方的小镇万城官员警告居民，若是买住风车，以后囡仔读书、就业、甲买厝，拢会拄着风险。有一寡所在是地方政府、企业强迫居民甲员工住风车，亲像是发生本土病的河南省瑞丽市，就要求伫5天内所有居民拢爱住风车。伫北京郊区的大兴，住过2栋有风车的民众会当领购物券，也有一寡所在是分过2，或者是免费会当参观观光景点永和宫。即马每天各型媒体拢伫咧宣导住有风车的好处，叫民众赶紧去住。之前一直在考虑，因为这个东西不成熟嘛，所以说，但是现在人打的多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的也成熟。感觉咱们国家研制的这个疫苗没有问题，就没有什么顾虑。世界各国家做风车人口的比例目标拢定伫咧7成。不过中国因为人口真多，民众讲无啥想买厝，才会想出各种方法，希望伫6月底进前，和14亿人口的4成，也就是5亿6千万人，对病毒拢有免疫力。若是当顺利伫咧明年的春天，7成的人口拢做过有风车，就让放领边境的管制。全国总的剂次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数据，接近1.5亿个剂次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国家将来要建立这个免疫屏障的话，可能需要10亿人以上的人，大概需要去接种
接种率越高的话，那么这个免疫屏障形成的就越牢固。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王华庆讲，目前变种病毒因为有突变性，可能会增加病毒的传染加严重性。若是民众拢无愿意自我防射，就无法度建立免疫长城，也无法度阻止病毒搁传开。所以希望大家自有防射，互病毒无法度搁传开，这才是甲疫情抑个病毒突变动来上好的方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大麻是咱台湾是违法的，是第2级的毒品，也毋过伫欧美一寡所在是合法的。美国纽约进前是称作美国当地第10个会当合法使用的所在。纽约州政府是估计讲，合法化了后，会当替这个州带来逐年差不多是3.5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00亿的税金，嘛会当创造济的就业机会。啊，若墨西哥嘛拍算要合法化，即嘛法案等在心里。美国纽约州议会3月31日通过5六用大麻合法化，予纽约州成做全美第15个允准5六用大麻的州。未来这边年满21岁，就会使在纽约使用5六用的大麻。法案规定，个人不应持有超过28公克的大麻，也是24公克大麻的精炼物。另外要求州政府成立大麻管理办公室，并且设立监管机制，有加上紧明年发放合法的经营的牌照。不过，对纽约来讲，大麻合法化背后更加重要的意义就是平权，因为40%的税收会投资在有色人种的社区。官方估计会使创造3万到6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过去在纽约，因为大麻相关的犯罪，互警方任意逮捕，也佫有加禁的，有超过9成是有色的人种。其中非洲裔甲西区裔上常常看到。各界乐观来看待，大麻合法化了后，应减少警方偏见执法的乱象。I think that we can agree that the prohibition on cannabis hasn't worked. And ultimately, having an illicit market out there provides a lot of negatives, and ultimately, the disproportionate criminal justice enforcement on communities of color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stand any longer. 在墨西哥众议院顶个月通过一项法案，向5六用大麻合法化大步来迈进。下任了后，致力推动大麻合法化的前墨西哥总统福克斯认为，合法化是打击贩毒集团上好的方法。Va a reducir la violencia, no hay duda. Y número 2, para sacarle fruto a esta planta con productos que benefician a las personas, a los pacientes que les son de utilidad y que están dispuestos a comprar estas medicinas. 新法案除了予18岁以上的人使大麻甲持有大麻合法化，也建立一个完整的种大麻加工加贩卖体系，创造可观的经济利益。合法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卖毒品的人，经由政府的力量来介入管制。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国务院公布美中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美国甲中国2个国家答应甲对方，也有其他国家做伙合作，来因应气候变迁的危机。而且华府嘛打算伫后礼拜要召开气候变迁领袖视讯峰会。美国这边已经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受到邀请。美国总统气候变迁特使凯瑞就是到中国上海，甲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等人闭门会谈，讨论气候危机。是拜登上任了后头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层的官员，也毋过时间全部拢无公开行程。17日到南韩了后，才在首尔记者会上公开来接受访问，表示美中2国会对着气候危机共同来合作。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China has joined in saying it's a crisis. 在这个时阵，美国国务院对外公布美中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内容指出，美国甲中国答应互相合作，并且甲其他国家共同来因应气候变迁危机。在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甲巴黎协定这个多边协议合作，两国也努力达成巴黎协定所讲的，确保本世纪末进程气温上升在2度以下，并且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美中合作至关重要。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努力，美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加紧落实巴黎协定目标。美国总统拜登会在2日主持气候变迁领袖视讯峰会。凯瑞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邀请，相当其他应参加，即阵也无清楚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俄罗斯的外交官参像是牵涉2014年一起军火库爆炸案，一起赶走18个俄罗斯的外交官。俄罗斯伫今仔日虽报复，嘛赶走20个一起外交官，而且印地明仔载进前就要离开。来看印尼为着要拼观光，对外表示讲，伫巴厘岛的民众自预防下比率已经达到70%，所以因打算要伫7月份重新开放观光，迎接国际观光客。来看美国、日本两国的领袖举行峰会了后，有做伙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定是表示讲，台湾、美国、日本有必要爱做伙实施联合演习。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咱因为新台票直起，美国的财政部有公布汇率报告内底，讲咱台湾开始操纵汇率，嘛讲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可能伤过价。针对这项报告，咱中央银行是强调讲，咱台湾的汇率政策只是为着要稳定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进前公布的汇率报告，过去一年包含台湾、越南、甲瑞士拢符合牵涉汇率操纵的3项条件。不过，因为无有够证据，拢无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家的名单。不过，台湾确实被评估是台票汇率被估价，引发台票是不是上俗的讨论。我们的汇率政策都是在维持有秩序的一个外汇市场跟金融稳定，并不会说去意图去获取不公平的一个贸易优势，或去影响国际收支的一个调节了。央行特别澄清，强调台票汇率已经晚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价平衡的水准。学者是分析，疫情影响之下，确实无适合沿用3个标准来评估，而且最近外资大量流出，造成台票贬值，对着出口贸易有利。很明显的，我们看到我们高科技出口带来的汇率的这种台币的这种升值啊，大的打压其他的出口业，汇率回贬啊，能够让台湾的这些其他的产业啊，能够生一口气。学者强调，因确定的是疫情影响因素也低的，未来国内产业结构一定会出现一波真大的重整甲变化，就看政府安怎来应用，才有法度减轻对产业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伫8月28要举行公投，国民党已经宣布讲，伊要伫咱全台湾举办500场的宣传，要有关反内地，抑个公投北大选这2项公投的投票率。民进党是强调讲，政府会持续甲人民沟通，未受国民党的影响。投过关，来出滚蛋；中投过关，来出滚蛋。摕到粉红色的猪仔镜宣传车，离828公投，敢若剩4个月。国民党18宣布展开828反内地拼公投，全台宣讲，要在5月底走遍全台湾，展开500场以上规路上的宣讲，就是要来催关反内地甲公投北大选2项公投的投票率。由党主席江启臣担任反内地公投小组调一名。我们要正告民进党的朋友们，你错了。只要你的政策不符合民意，跟民意背道而驰，民意的力量还是会透过直接民主、直接民权来伸张。标示在哪里？1000多吨呢，其中另外还有500多吨是内脏、大肠，还有肠衣，这些标示在哪里？根据卫福部的猪肉仪表榜显示，对今年截至4月15为止，进口猪肉占的比率是10%，其中美国进口猪肉已经进口1087吨，不过内底显示是零检出。国民党质疑市面上无看到任何美国进口猪的标示，标示管理是不是无落实？进口的猪肉是逐批的检验，换句话说，每一批都会验。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猪肉进口的部分没有验到任何的莱克多巴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应该跟台湾人民说清楚，为什么同样的国际标准，国民党当年开放美牛，现在却反对开放美猪？国民党也指控府院决定在反内地公投进前未进口内地，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澄清，这是进口商基于市场的考虑、自主的选择，政府无多干涉。民进党强调公投不是作战，会继续向社会大众沟通公投政策立场，也批评国民党公投不应该论做政治的操作，回避国家发展谋取政治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基山第3月份的时，有台湾高山装一批人的人家厝，民众全放炮赶狗，结果造成火烧山。动保团体即马是表示讲，狗的休困地若是烧了了，高山就会落山来找食的，冲突会哪来哪严重，所以建议民众会当申请电网，防止高山装入去厝内底。
一声炮声了后，画面正手边出现一尊烟。3月底高雄旗山一个民众，因为徛街附近常常有台湾米狗出现，甚至会偷食新民的水果，就放冲天炮想要惊狗，想要到冲天炮煞飞入去山内底，引发火警。洪兰表示，当天适逢家中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圣诞，燃香放炮庆祝时，看见栖息在附近山区的猕猴，便点燃冲天炮借以驱赶猕猴骚扰，没想到却引发火烧山。民众放炮赶狗煞引起火灾，已经不是第一摆。警方提醒，欠水期间，山林内底拢是搭的树枝树叶，若是熄火会无法度收煞。动保团体嘛表示，放炮但会当暂时赶狗，可以去跟政府申请目前的一个防猴电网。那前一阵子还有去做一些像示范户的一些研究，签了电网之后的情况，其实防猴效果是蛮好的。那每年他们都会提供相关的补助给农民申请。动保团体提醒，不管是要赶狗，还是陪摸烧金纸，若无细意引起山林大火，狗会因为大个所在互破坏无食物，向山骹刷去人大个所在找食食，颠倒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人狗冲突。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虽然咱来关心海龟，家己当朝昨昏有渔民发现一只受伤的海龟，要送去海相馆的半中途就不幸死亡。经过确认，是一只保育类海龟刺壳仔。初步研判讲，伊死亡的原因可能甲倒脚空喙有关系，怀疑是受到渔网仔电着伤。海巡人员真细腻，捧着水盆，准备将受伤的海龟刷到车顶的倒水桶，再登去安检所安置。17早起，家己当朝的云港安检所接到通报，讲云港港区发现受伤的海龟，有是赶紧去救援。本所立即将受伤海龟带回所内安置，并通报海洋保育署、嘉义县政府农业畜产保育科、国立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协助，并利用湿毛巾将其覆盖，并放置软垫，避免腹部受伤。海参馆的人员经由细心判断，这只海龟是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做极为状态保育类海龟带美。经过测量，背架长大约30公分，宽大约27公分，真细只，是真少年的海龟。通报的原因是发现说，这只海龟有不明原因漂浮在海面上。我们后来检视的时候，它的左侧的前肢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伤口啊。目前初步的推测，有可能是之前有被废弃网去缠绕住。这只受伤的海龟原本要送转去海参馆治疗，但恢复健康了后才放生。可惜因的海龟救回的时阵已经真稀了，17下晡伫送往海参馆途中就死去。也不过死因是不是甲前脚的空隙有关系，也等待海参馆来解剖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最近梅仔当地大出，来去南投真侪农会，即马拢在举办梅仔节的活动，嘛有真侪无共款的 DIY。水里乡就教民众家己做食起切切毋嘛，嘛甲人用梅仔树的树尾来做环保的餐具，咱嘛做伙来看卖。规家伙仔大大细细，专心咧变手工艺，这是南投梅仔节，现场有侪款家己动手体验的活动。觉得蛮好玩的，是用梅枝干去做的。我们在这里做 DIY， 现在是产梅子的季节还有可以做脆梅。因为即马是梅仔的产季，梅仔的大产地南投，大位的农会拢小连续咧举办相关活动。亲像水里乡农会，为着让民众了解梅仔树规丛拢是宝，毋但让民众试梅仔，阁让因家己挖梅仔树机做环保的餐具。今年也是第一批采收的梅子下来做脆梅，我们有规划一系列的，我们有4种课程的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农会表示，今年雨落少，梅仔嘛有受到影响，拢会较细粒子。不过营养的成分绝对无变少，希望民众会当来梅仔的故乡南投行行看看咧，享受春天头一批梅仔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的大内国小内底有一座83档历史保留甲真完整的一本新册，是地方教育学校的宝贝。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即嘛是专工替这个新册拍一出电影，要小解互大家知。台湾过去捌受日本统治，到大有真侪日本建筑保留落来。伫台南的大内国小，就有一座已经83档的日本新舍。虽然已经看无本殿，不过参拜道甲钉条，到大也是保留甲真完整。其实现在在全台湾学校里面拥有神社的其实不多，还保持的比较完整的那就更少了。它有所谓的参拜道，
那也所谓的正殿啊。可是呢，到现在正殿呢已经都没有了，保留非常完整的这4座灯柱啊。大内国小伫日本时代是大内公学校，新社是1938年所起，到今已经有83档的历史。迄当阵伫日本时代，学生开学毕业，拢会伫这新社内举办简单的祭拜仪式，也拢会伫这翕团体相。在民国27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制了，那个是在日据时代啊，进行开学典礼跟毕业典礼，或者是拍毕业照的地方。其实到现在都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是因为它刚好在我们大内国小的比较后山的地方。虽然全台湾各地有真侪日本新社的遗迹，不过大内国小这座新社都伫学校内底，佮保存甲遮完整，实在真罕见。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做伙翕一出微电影，紹介这座阮基校园内的特别新社。这就是阮大内国小的新社。透过趣味的方式来了解新社和伊的历史意义，用不同款的方式入捌校园甲故乡的人文，也让学生了解这座新社唔只是校内的历史建筑，更加是乡里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的旭光高中不时拢会举办教师演习营，透过提升老师的专业能力，甲生活科技一寡知识扎入去学校内底，互学生囡仔对学习有兴趣，嘛甲学的物件应用伫生活当中。因应新课供应起行，老师的教学方式也愈来愈多元。南投县旭光高中的科技中心不时会举办演习，互老师来参加，希望老师甲即寡物件扎登去上课，教互囡仔。有一些资科跟生科的一个新课纲的推广，所以老师在这方面的技能更应该有所提升。在各中心去开发相关课程，先诱发老师的兴趣。如果老师认为说这个东西有趣，他就会进一步的推广。旭光高中的科技中心把这月调查，真侪高中的学生未晓用罗赖把等工具，打得把这寡材料放入去课堂内底。那些东西以前有没有这样材料？有。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我们融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从让孩子让最基础的手作的概念做起。学过这一些，那我的家里的一个电器用品，比如灯坏啦，他们会想要去了解为什么它会故障，那他自己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维修的能力。期待这项演习，让老师学到新的教学方式，再登去教学生，囡仔也通把上课学到的物件运用在生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的记得，第3月中到5月中是生材大出的时，因为报道好无风台今年产量真济，地方嘛举办活动，希望让民众了解这项在地产业。巴地的桑穗，农民用手工一粒一粒挽落来。嘉义县伊地乡是桑穗的产区，今年因为雨水少的关系，产量比旧年搁较济，品质嘛愈好。品质一定得较好的。今年因为植物吼，伊看到旧年落起啊落完的是伊会惊今年观念的传统阶段，所以今年的桑穗特别生济，啊特别大粒。伊地乡种植桑穗的面积大约有20公顷左右，平均一工就有将近10吨的产量。为了要向民众推广，社区甲公所做伙举办活动，除了有桑穗做的点心，阁会当体验慢桑穗。桑穗种了真正有够济，也有够好的。啊，算讲要办一个活动，或者一寡人来参观，讲安尼体验，讲慢桑穗看是好啊歹安尼。啊，桑穗真正对咱人的身体真正有好处的啦。社区表示，这是第一摆举办活动，社区的时代拢真期待，嘛希望会当透过推广桑穗，互社区的发展带来改变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柳公圳边仔有一间细烂的人家厝，因家族4代人拢住伫遮，不过因并无摕到土地所有权。即马摕到土地所有权的建商向法院申请，要求拆除兄弟。这间细烂的厝主是委托律师，呼吁政府要依照人权公约来保护这间厝。其实这个房子是在郡道旁边哦。我从小就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那我们其实就是我因为一家4代都在这个地方。摕老相片讲起家族世代踮伫遮的记忆，路边顶讲的就是刘公圳边仔这间厝。过去因的家族负责养护刘公圳，迄时水利会口头允准因伫遮起厝住落来。
不过最近几冬，政府连续把这边几落笔土地卖掉，赖碧镇这间厝徛的土地就已经被政府卖给建商。建商这阵告去法院分做2个案，两家最高法院拢判赖碧镇败诉。就是在农历年前，我们等不到司法的正义哦，收到最高法院没有交代清楚的判决书哦，还有黑心建商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屋还地的通知。赖碧镇的律师呼吁政府，就算是行到强制执行拆除这步，政府嘛就要依照两公约的规定来行。所以，我们在此要严正的呼吁执行处，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在实施强制驱离的时候，必须要正视《两人权公约》对于强制驱离所特别保护的法律程序，包含了磋商，包含了合理通知，最重要的是安置。还有提供法律救济。目前我们现在积极的向大法官申请统一解释，希望能够就有关于时效取得地上权以及居住权，还有两人权公约的保护，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解释。法院缓执行。叶树峰讲，提出释宪是希望未来若再出现相像的情形，法官有精力会使来看，嘛希望释宪的脚步会使较紧的，让赖碧镇的厝脱离拆除的命运。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台湾图书室前20多年前就在推广台湾文学，调查地方的文史。去年透过家己市政府的补助有翻新，即马重新营运。图书室的协会是表示讲，这摆的征收是各展现建筑物的水，嘛增加使用空间，未来会继续推广台湾文学的收藏。目罩天棚的结构，设计啊顶面拢是台湾文学作品。1995年，伫家己成立的台湾图书室，2011年为原本的地下室刷来遮了后，因为空间无够用，去年摕到家己市的补助征收，17日重新对外开放。台湾图书室来提供所在，提供这个台湾的文化册，来推广到这台语的文化。甲一寡这各方面的知识。因为阮细汉拢伫遮咧读册，读着足侪无共款的台湾的文化，对阮的心内的这个冲击真正是一个足大的无共款的世界观。所以我感觉台图是阮嘉义市上重要的文化力量。台湾图书室长久以来伫家己投入文化资产保存甲文书调查的工作，因希望会当甲调查保存的资料，当作是家己学的内容，利用新增加的空间办理课程活动，传承给在地少年朋友。台湾图书室也是一个阅读空间，我们很重视的是台湾文学跟台湾这个台语文母语的这个传承跟教学，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跟力气让像我这样子台语不好的人，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空间学习到自己的母语。经过半年外的修整，台湾图书室伫隔壁阁增加一个会当使用的空间，嘛恢复这间阔木建筑原来的模样。台图表示，会延续蒋渭水创立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继续推广地方文学、台语文甲台湾文学，嘛会成做公民社会运动的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世界真深色，咱来去南非。南非的卡普顿海边啊，有一群人在享受一款无共款的雏影，或者人体雏影。因无用雏影棒，敢若穿创水味的衫，无咧等技术等风神，咧体会，因敢若要体会雏影的趣味。伫南非卡普顿的海边啊，一早起就人伫咧憧憬无奇怪，毋过详细看，毋是传统的憧憬客。因即个若穿长水衫，无冲影棒，因是传说中的人体冲影客。Freedom, absolute freedom. Just you and the surf. Figure out where you have to be, what you have to do, and just ride the wave, ride the ocean. It's about being just you and the sea. It's great. Just a child, yeah. Just nothing serious about it. Just fun. 人体冲影一开始可能是人类伫咧模仿海洋动物，比如讲海猪甲海豹，可能自西元前2000年就开始。I think it's more about positioning, putting yourself in the right position to catch the wave, and you'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on the wave. 因为人体冲影真简单，佮真好学，和这项国内的水上活动变成即卖休闲活动。From what we know, body surfing has a long history into pre-colonial Polynesian culture and even into pre-colonial African culture, the coastal cultures, which have documented ships' records when the Europeans were coming to do the early voyage of discovery and starting to trade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主模特普通是伫咧做冲影棒、拍棒加手棒。手棒是人体冲影者的辅助装备，手棒的市场怎么无大？因为甲传统的冲影比，各大运动品牌对身体冲影无什么兴趣。The big companies, the big corporates have not really discovered it. I think it's too basic, it's too simple. And in my words, it's too pure for them. Because there's too little product. There's too little, probably, profit for them to make. I guess I've always liked it because there's less people do it. So it's not as crowded. It's easier. And it's safer. I don't know. I'm not sure. Have you ever done it? You should. It's fun. 无亲像传统的冲影看起来较拍，身体冲影相对较低调也较简单。可能伫咧学较困难的冲影棒冲影进前，会当先试看这种身体冲影，感受海影的速度。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真侪人是关甲挡袂牢。所以即摆鱼店呢，伫罗德岛就开放一团实验性的隔离度假的旅行团，有要我200个荷兰的观光客带入去当地饭店，会使伫饭店内底游泳池、餐厅自由出入，也毋过敢若会使踮伫饭店，袂使离开，连海沙堡嘛袂使去。这个行程是请超过25000人去报名参加。美国200位荷兰的观光客到希腊爱琴海度假地罗德岛，这毋是一段正规的旅游行程，因要去一座度假中心，资源被关伫咧内面。这是因为疫情，佫正想要出去耍所敲出来结果。It feels very strange to be here right now, but really excited to go on holiday.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ost? Relaxing. Just enjoying the time with my sister and then playing some games, drinking a cocktail and stuff. Did you ever imagine that you would go on holiday like this? No, never. But yeah, I never expected to be there to have COVID here in the world. So you have to expect the unexpected, I guess. 这段行程一个人399欧元，换算代表13500，住伫咧米茨斯格兰迪海沙堡酒店。只个若会当用饭店内面的游泳池、餐厅等设施，连海边啊拢袂用去。只个若会当伫阳台看风景。因是这唯一一团的旅客，规定讲袂用离开饭店，敢若是资源被软禁。每一人彼此之间约要保持1公尺半的社交距离。出发前，旅途中转去了，拢爱做一遍体检。转去厝了，一个爱至少隔离5天。听起来敢若无啥吸引人，无想到讲报名的人佫真多。有到25000人。It's very important that people start coming to us. Of course, it's not very nice for the tourists to be in a hotel and to lose all those magnificent things that they can do in Rhodes, but it's a movement for starting again the tourism, especially a period that everything is closed. 罗德岛是希腊第4大岛，旅游业差不多全部拢靠外国旅客。当地居民对这种隔离度假感受无同，有人讲这项实验式的隔离度假对饭店外口的店拢无帮助，所以希望度假的模式会当扩大办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最近伫城市内底流行咧翅膀，目前美国纽约有真侪都市人咧翅膀，家己翅膀就有蜜。这对地胖农来讲，因的蜜消无路，对小农的生存大受考验。这规定的芳唔是伫咧野外，因是住伫咧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寡大楼的厝顶。拄好是春天花开的时阵，这寡芳来来回回伫咧采花蜜甲花粉，互城市感受到生命力。We're here at the Helena on 57th and 11th, and we've got 2 beehives up on the roof here. And one of them survived the winter, and one did not survive the winter. 蜜蜂授粉采蜜，会当维持生态平衡。伫咧城市翅膀的科特有60个蜂箱，采伫咧大楼的厝顶甲社区的花园。每年5月到10月有2遍采收期，即寡在地生产的蜜会伫联合矿场农夫市集摆摊卖。It was really hard for us to get through, because wages are people. I think they don't have a job, so. They couldn't afford the wages. The Union Square area, just like all other commercial districts, suffered from the pandemic, but some of the key advantages of the neighborhood helped to see us through the crisis. 要是当地社区改买，
协助这寡小农渡过难关。即马大家开始做有风声，纽约的疫情也有较稳定，政府也慢慢解除限制，西过的人有变较多。We've seen an uptick in the last few months now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vaccinated and perhaps venturing outside again, a little mo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Things are better than they were. 虽然真侪所在也是有彩排啊，提醒大家爱挂水烟，不过科特真乐观，伊讲有一天希望大家拢会当将水烟摕来，水电来食纽约的甜味。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这方面的北部、东部低温大约是18度至19度，若高温大约有25度至30度。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众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